兄弟平安。这时是搁偌济的朝阳礼拜，请安静咱的心，啊，将手机啊关机，请。就是咱来吟圣诗101首，救主搁活会早起，救主搁活会早起，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来启文第3篇，伫圣诗后面。我来启，兄弟来吟。写列国是安怎做声势？万民是安怎做空空的阴谋？地上的君王伫排阵，统治者斗阵计谋。要对抗上主甲伊所选立的君王。因讲，咱来讲喙压制人，压制咱的胆。踹断咱的手。上主坐伫天顶伫笑，天笑因的阴谋。伊受气甲因警告。发圣地，互因行行。做声。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拣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将全地互你做产业。你要用王的铁管甲因讲喙，
亲像讲飞气，讲甲嘴糊糊。正君王啊，着谨慎，统治者着接受警戒，着用敬畏服侍上主，用惊吓克服伫伊下的，才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因为伊会随时发售去。最写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只是咱来听上帝的话，伫圣经路加福音24章11到12节，我用现代汉语来念一遍。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过鬼，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这项代志，呆去毋知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显显的衫，徛伫因身边。这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压落涂骹。迄2个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伫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恁着会记得，伊也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钉十字架，第3日过活。”遐个妇人人就想到耶稣的话，因离开墓转去，将这个代志拢对11个使徒甲其他拢总的人报告。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的，就是无大利的玛利亚、约安娜、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甲因做阵的妇人人。使徒受到这个妇人人所讲的话有影无正，所以无相信。毋过彼得起来，行去墓里，压落去看，只有看到油麻布那尔，伊就转去，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再用和合本念一遍。7日的第1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为这事困惑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非常害怕，就俯伏在地上。那2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俯身往里看，只见细麻布，就回去了，因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讶。这是咱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感谢你将独生的圣子赐予世间人，伊担当世间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这国活的性命，伊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地里，结出许多籽粒。伊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伊牺牲家己，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伊食做光，吸引人来跟对伊。这个活的性命嘛，赐予既若相信伊的人，
这国外的性命也影响全世界的人。天父啊，求你赐阮一个美切的灵，伫日常的生活中做一个互人服务的人，常常反省家己所讲所行，讲造就人的话，愿意主动伸手来帮助人，愿意学习真理，远远会哪来哪听你。天父啊，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行伫人生的路途有你来做伴，这是阮上大的祝福、甲喜乐、甲愿望。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时咱请牧师来讲道。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哈利路亚！阿门。伊无伫遮，已经过活。第一礼拜的开始，黎明拄安尼，才拄安尼讲乍现黎明乍现。主耶稣伊就冲破即个死亡黑暗的即个权势，有几啊个位或者妇人人一路跟对主耶稣，安尼对加利利一直到后来到伫即个十字架骹，因是最后离开迄个坟墓的人，也是上早转来到伫即个坟墓的人，因带着一粒安尼。互主所安尼吸引，佮听主的心，来到主耶稣的即个坟墓前，无想到伫安尼即个墓门，结果是已经安尼过开伫咧即个墓门口。圣经讲，因就赶紧入去要晓知影讲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只是干那无看见主耶稣的神事。迄个时阵我相信因一定感觉真安尼受搅扰，安尼讲真困惑。有啥物人会去动主耶稣的即个遗体？即几个妇人人对主的迄个疼真宝贵，但是面对耶稣的死亡，因对主的疼是即种的，会通讲是迄种绝望的疼，迄种。已经欠缺信心，迄款安尼疼，迄个死亡压砍因的心的目睭，互因逼到因失去了所有一切愿望。虽然因安尼一路安尼经历主耶稣侪而且医治包括互青年人看见，互安尼摆开起来行，破病的得到医好，因搁较经历着耶稣怎样互即个列撒罗伊对死人中过活。安尼迄个事件，但是现在是迄个互列撒罗国外耶稣已经死了，安尼佫有啥物人有法度互耶稣安尼对死人中佫活起来？死亡的迄个阴影，怎啊已经安尼会人讲规个大挖因的每一个人的即个心眼，甲规个拢迄个阴影规个甲因。拢总甲压砍掉咧，互因袂记咧主耶稣所讲的话。相信咱安尼，咱拢是所有一切拢是听主耶稣的人，无咱袂遮尔早就来到伫教会参加即个朝阳礼拜。但是咱敢有甲着即个遮个妇人人共款，只是干那按表操课。为耶稣伫遐来准备香料，咱的心眼敢有互遮个，特别是即个世界会做遮个代志，来将咱的目睭来甲伊压砍，互主的话无法度伫咧咱的心内底，伫咧咱的脑海内面，伫遐来呈现出来。依靠安尼耶稣所讲的话，安尼无法度伫咱的心内底来安尼呈现出来。咱兼安尼游玩伫咧找找迄个历史的耶稣，迄个耶稣是圣经内面所记载的迄位，是别人所经历的迄位
是将来就毋是咱会通经历到的迄个耶稣。咱只不过是干那安尼如果咱若确实安尼，只有干那讲将来讲，毋是咱有法度经历到迄个耶稣，咱只不过是干那不断伫遐来欣赏别人因的见证，佮因怎样去经历到迄个主耶稣的大能，安尼迄个经历，安尼无可能会来到伫咱的即个身上来发生。如果若是安尼的时阵，安尼咱所信的耶稣，只不过是干那迄个历史上的耶稣安尼若定。伊犹原是伫咧迄个梦空内面，也无过啊耶稣，是迄个叫做所谓的叫做风闻有你的迄个耶稣。耶稣只不过是咱会研究的对象。但是圣经甲咱讲的是啥物货？圣经甲咱讲的是，忽然有两个人徛伫即个边啊，伊伫遐讲起着讲遮个人遮个妇人人，因伫遐安尼。有两个人看见，甲因讲恁是怎样伫死人的中间在找活人？伊无伫遮，已经过啊。恁着记哩，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两个人对约翰福音咱就会通知影讲，即两个人就是天使。因照着人的迄个形象来人来伫遐显现，因伫遐安尼甲即几位的遮妇人人讲伊无伫遮已经过啊，佮安尼替因安尼帮忙因，互因去想起着耶稣所讲的迄个话，照着耶稣进前安尼已经甲因讲过遐个话，也是甲门徒所讲的话，我若讲人子需要安尼必须要。安尼交互即个罪人的手，交伫咧安尼交伊伫咧因的手下，佮钉死伫咧十字架顶，第3日过啊。所以，弟兄弟姊妹，咱无搁再是伫咧死人的中间伫遐咧找活人，因为耶稣已经过啊，伊无伫咧即个空的坟墓的内面，咱应该安尼效法即几位安尼妇女共款，因安尼将迄个国外的消息。安尼宣扬到伫即个，互遐个，抑佫继续伫咧迄个忧伤无信的遮个门徒，互因了解，互因安尼，咱的遮个四周围的遮个亲朋好友，互因去知影，讲耶稣已经过啊。所以耶稣伊只不过是干那是一个历史的伟人吗？主耶稣伊不只是干那历史上的即个耶稣，伊是迄个。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也永远伫地的主耶稣，已经过啊坐伫咧天父的迄个正边，伊期待会通甲咱相拄。伊安尼将伊的迄个原底本底，伊欢喜，伊将原底本底伫咧即个创世以前就已经被万变，要赐互咱的迄款安尼的祝福，要欢喜伊来赐互咱。所以，伊毋是干那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安尼若定，伊是现在犹原抑佫伫地主。主耶稣伊嘛不只是干那迄个研究的对象若定。主耶稣安尼，如果咱若是干那伫遐研究主耶稣，安尼伊只不过是历史，是过去，咱讲是过去式，但是伊。安尼已经对死过啊，伊犹原安尼继续伫遐咧做神事，所以伊是迄个真实可靠，是通倚靠的主，伊是迄个值得咱去经历的主。因为咱所拄着的遐个艰难困苦的每一项代志，伊拢比咱大先已经经历过，所以咱所有拄着遮个艰难的事，对伫伊来讲。拢是伊过去伊所经验过，伊已经大先咱已经被钉死伫咧即个十字架顶，伊已经赢过迄个死亡的迄个主，所以咱若只不过是干那伫遐研究咱的主，干那伫迄个中间读圣经
却是无法度去经验到迄个圣经内面主所讲迄个威力，话的迄款的威力，甲伊的迄个能力，相信主的讲的话，拢有法度安尼真实经验，安尼互咱会通去经验的。安尼咱只不过是干那伫遐研究咱的主，安尼若定。所以咱的主耶稣，伊毋是干那只有伊毋那是干那是一个真完美的迄个典范，安尼若定。伊搁较是咱需要去效法的对象。伊的话是真实通信的。伊讲安怎？伊讲有就有，伊讲立就有立。主耶稣伊怎样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所做的代志，信我的人嘛要做，搁要信比我所做的搁较大的事。所以咱毋是干那因为咱的主耶稣安尼非常的完美，直到咱的心内底下感觉讲啊，安尼主耶稣伊的迄款的迄个完美的迄个迄种咱讲迄个境界，咱达袂到，所以咱拢总完全拢无做任何的改变，也是讲咱也无想讲要来试看卖啊咧，咱反正是咱应该效法主耶稣伊迄个国外生命，互咱迄个原底本地迄个无。安尼讲，互主欢喜，迄个原底迄个旧的性，迄个旧的人，咱安尼来甲伊脱离，来成就安尼讲穿上主耶稣迄个国外迄个新的人，迄款安尼迄个生命。安尼时阵，咱就毋那是干那知影讲主耶稣伊的迄个伊是一个完美的迄个典范，安尼若定，伊知影。甲实际上去效法，也阁有距离，所以咱需要进一步来将主的话来真正行出来伫咱的心内。所以第一步就是安怎，咱需要安尼来实践主的话。所以灵兄这伊无伫遮已经够啊，互咱同齐伫即个国外早起，即个国外会通甲着国外主。安尼伫遐三拄，亲像伫迄个其他的遮个福音书内面所记载，迄个莫大粒的玛利亚，伊伫遐要找找主耶稣，伊伫遐安尼甲主耶稣伫遐真实三拄。虽然伊伫迄经验的迄个过程内面，伊因为忧苦抵到，互伊无法度来认出迄个国外的主，已经甲伊三拄，但是伊伫遐已经先备办好伊的心，伊欢喜。要来亲近主，所以咱也继续来伫遐来效法互咱会通甲着即个国外主会通真实来相拄，效法伊伫咧即个国外的迄款安尼的生命，互活出伊迄个国外生命的迄款的样式，互侪人因为咱的迄个款的咱的生命迄款的改变，就因的生命也要甲着咱的迄个国外主真实相拄。毋然安尼，佫会通得到伊迄个国外生命，迄款的生命是会通得到上帝所祝福的生命，是迄个互侪人的生命会通来得到永望的生命，毋是迄个死无迄款安尼无永望的生命。所以伫咧即个主国外的早起，求主帮助咱会通安尼，毋是干那伫遐继续伫遐咧怀念迄个历史的主。咱是要真实甲主相拄，佫会通来得到伊迄个国外满有大快乐的迄个主，互伊的迄个大快乐会通充满伫咱每一个人，互咱的生命会通得到真实的改变。就咱要安尼得到主伊迄个国外的快乐、国外活命来充满伫咱每一个咱所做的代志。咱的家庭，甲着咱所拄着每一个人的即个生活的顶面，互因会通经验着主所施阮祝福伫咱的每一个人的顶面，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满心欢喜感谢你，因为主你。有对死国外，也你的国外活命也要来充满伫我每一个人。
互阮迄个原底本地无五望，去互吸引来搭我迄款安尼的性命，迄个旧性会通因为主你的国话，阮也要甲主你同国话，因为阮伫早前，阮也要欢喜甲主你安尼同死，同钉死伫咧十字架顶，互阮迄个旧的人，无搁再继续伫咧即个阮的生命内面来生存，乃是阮甲主你同钉伫咧十字架顶来死埋葬。但即个时阵，阮要甲主你同齐，领受你国话的画命，甲主你同过啊，互阮的生命是充满迄个快乐，有五望的，是得到主你的安尼大能力来充满，互阮的生命是会通真做影响侪人，互人的生命也会通继续来领受主你所祝福迄款安尼的生命。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来帮助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所活出迄款的款式。安尼祈祷，拢上个主所叫的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圣诗102首，哈利路亚，有国话，圣诗102首，哈利路亚，有国话，请起立。咱的报告，今仔日早起是咱本堂的福音主日，有张可云姐妹就是小甜甜，伊要来遮做伊生命的见证。第二点就是咱念咪聚会结束了后，有教会有准备早点，咱每一个人会使伫遮享用，或是拿回去用。啊，搁有今仔日，就是。礼拜后爱召开主教的教员会，所以主教的老师才有准备心。这是咱来上扬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
着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请。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一定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会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